不到。喂喂喂，看到。喂，喂喂喂，喂，测试123，测试123，喂喂喂。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今早起，咱来到神殿来敬拜上帝。咱来串联今日要用的诗歌。咱来看第一首《信息》第149首 A 调，《信息》第149首 A 调，美妙主耶稣。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。 美妙主耶稣，万美的宽广，你本是神家最世人，主我所信仰，主我所尊重，我欢喜主最我君王。来第3节。 美妙的君王，万邦所敬奉，为着我最欢喜降世，因更加尊贵，稳定加主庇，因万高因万东小礼。来，咱今晚来看第2首信息第305首，信息第305首，我是为基督。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。 我是为基督，是的利益有福。我的心望主的歌，最你心中路步。第2节，无论智慧本事，也是尊贵富裕。 拢献予主，做你祈求，做主路引久久。来，咱今日的诗歌锻炼到这，咱即马将咱的手机啊关做震动，也是甲手机啊关起来。咱备办心来准备今日的礼拜。 若是时要到，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，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，因为爸是爱互人敬拜伊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。圣诗第149首 A 调，美妙主耶稣。圣诗第149首 A 调，美妙主耶稣。 会众请起立。是
门。咱犹原徛伫宣读新的诫命，伫圣诗的头前面，请献归斗阵齐声讲：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会众请坐。启应文第11篇，伫圣诗的后壁面。启应文第11篇，我来启，恁来应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羡慕你，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，就是我的上帝。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。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，带伊到上帝的厝。我追念这的事。我的心啊，你啥事不足？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伊的面仰我来拯救我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伫我的内面不足。你的卜卜出声，就亲烟甲饲烟相叫应。总是摇花日时要死伊的阻碍。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，你啥事袂记得我？我的贵德激起我，亲像拍碎我的骨头。我的心啊，你啥事不足？你着仰望上帝，伊是我的面的灵光。祈祷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万军的耶和华上帝，阮搁一摆伫你设立的主日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，要来听你的教示，搁要来顺探你的旨意。主啊，阮这属血气软弱的人，愿你的圣神引带带领，互阮无靠家己的才情，甲世俗所看重的金钱势力来成就上帝的工。毋是用权势，毋是用能力，就是用上帝所赏赐的圣神。因为阮知上帝所看重的，毋是外表的水，乃是内心的敬虔。愿主坚固教会所做的工，互教会的事工是起造伫上帝即块石盘顶。对起初就是遵照圣经所教示的话语来行，无行偏差。今仔日是马街病院的黄兴义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。愿主的话语会当亲入会众的心，来思考反省，阮身为基督徒所欠缺的是啥物？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好了，请圣歌队，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《我灵的光》。
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10章17节到31节，有写伫主簿的上后一面，我来读。10章17节，耶稣出去伫路里，有一人走进前来跪伊，问讲：好的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才通升接应我？耶稣甲伊讲：你啥事先好我是好啊，无一个好，独上帝那定。这个界你已经知，无得杀死人，无得奸淫，无得偷窃，无得滥散做干净，无得去亏人，着敬你的父母。第20节，伊应讲：先生啊，这话我对细汉拢守伊。耶稣看伊听伊，就甲伊讲：伊还阁欠一项，就去卖你凡所有的，来互送乡人，就要有财宝伫天里。过来对我，伊听即个话，面就失色，忧闷就去，因为伊产业真济。耶稣四界看，甲伊的学生讲：妇人入上帝国学啊！学生奇怪伊的话，耶稣阁应讲：细囝啊，我靠钱财的人入上帝国学啊！骆驼穿过尖片，比妇人入上帝国又较快。学生一发恶影，甲伊讲：安尼之罪会得到救啊！耶稣看因讲：在人是袂话，在上帝就毋是安尼，因为伫上帝万事拢会。彼得就甲伊讲：我捌放杀一切来缀你。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无有人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放杀厝体、兄弟、姊妹、老母。老爸、囝儿、残垣，就伫现实无得到百倍，就是厝体、兄弟、姊妹、母亲、囝儿、残垣，兼困着，搁伫来世要得到永活，总是大生的济济，要做落尾，落尾也要做大生。正道今仔的题目是：你也欠一项，请黄庭义牧师。大家平安。伫讲道大圣，咱先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主，搁一摆献伫主你的面前，将阮本身，将阮阮一切献伫主你的骹下，愿主你感动阮所献，也愿主你保守，互阮所讲的、所听到的，拢通来成做阮正人的利益。愿主你的信心引带运行伫阮中间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免，大家平安。我是黄欣怡。过去伫咱即个北中的人仔教会的牧会，今年7月份开始，拄啊伫即个咱的马街边咧做宴牧，所以真是我会当讲是菜鸟啦吼。所以嘛真感谢有这个机会，来看咱大家做伙分享生命的这个信息，搁一摆为主的福音来做见证。想要问咱大家一个问题，毋知恁捌想过要入天国需要有啥物款的条件无？若要进入天国有啥物款的条件？咱有想过这个问题无？咱可能拢是基督徒入教会遮尔啊久啊，咱捌想过无？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伊咧上课的时阵，伊问这囡仔小朋友这个问题，伊讲。恁感觉我若将我所有的钱、我的车奉献予教会、奉献予上帝，那安尼我敢会当入天国？恁以后看卖囡仔安怎讲？有人点头。可是这个囡仔讲袂用得。主日学老师伊怎无死心？伊阁问讲：那安尼，我若逐工拢来教会，甲教会摒扫甲清气当当。甲所有的服侍拢做甲上好，那安尼我敢会当入天国？囡仔安怎讲？不行，对，袂用得。哇，这个老师讲好，安尼我要来放大决。这个老师就讲，那安尼我将我所有的糖啊、饼啊，拢互所有的小朋友，佮甲小朋友甲恁做好朋友，甲恁做伙去佚佗。那安尼我敢会当进入天国？
哦，即届有个人讲会使，有个人讲不行。小朋友就讲，共款袂用得。哇，即个老师怎头壳冒咧烧？伊就讲，啊无恁讲，爱怎样才会通进入天国？其中一个5岁的囡仔，伊怎真紧举手讲，伊讲老师，你爱先死去才会当。当我看到即个故事的时阵，我怎问阮兜嘛特别5岁的囡仔，我讲，阮兜迄大汉的叫做阿杰，伊讲阿杰你，我问讲吼，我甲问讲，爱怎样才能让去天堂？伊可能还毋知天国，我讲天堂，伊讲爱先死去啊。所以我就想讲，哇，这是一个囡仔上单纯、上直接的一个回答。对囡仔来讲，若要入天国的方式，就是死去就会当入去啊。咱在座敢有超过5岁的人？哦，咱拢超过对无？好，对伫咱拢超过5岁，咱来讲，做一个基督徒要入天国的迄个条件是啥物？我想即个问题毋是简单咱的疑问，就伫过去嘛有人安尼问耶稣。咱做伙来看下今仔即段经文。有一个人伊来找耶稣，伊跪伫伊的面头前，伊问伊讲，伊讲好诶老师啊。我着做甚物才会当来承受永远的活命？这个人是甚物人？伊怎样会跪伫耶稣的面头前，称呼耶稣是一个好的老师，或者是讲咱讲良善的老师？咱平常时敢会安尼无缘无故讲啊良善的郑美姐，敢会安尼讲？这有啥物意思？这个人安尼问耶稣讲，伊讲。好诶，老师，我着做甚物才会当来承受永远的活命？耶稣伊怎样甲应讲？伊讲哦，你哪会讲我是好？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。无论即个人伊的目的是甚物，可能是为着要甲耶稣巴结啊，嘛可能是这是伊一向甲别人讲话一开始的方式。可是耶稣却甲提醒讲，伊讲除了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。耶稣接咧回应讲。伊讲吼，遮会改变你拢捌，毋通害死人，毋通奸淫，毋通偷摕，毋通做伪证，毋通诈欺，也着孝敬父母。这个人伊就对耶稣应安怎？伊讲吼，老师，遮个我自细汉，遮会改变我自细汉着拢有咧遵守。耶稣怎注目看伊，听伊，甲伊讲，伊讲你要欠一项，你去卖你所有的来分互善食人。你伫天顶就有财宝，然后来地我。圣经甲咱讲，即个人听着耶稣的话，伊的反应安怎？怎面悠悠对无？真忧闷，伊怎咱讲脸色大变，吼？怎面悠悠怎来离开？伫咱所大汉的即个环境中，吼，咱无形中会去养成一个真期待，得到标准的答案，是无？你到咱当咧别人咧问咱问题的时阵，咱拢真希望别人你互我一个标准答案就好。所以有当时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嘛哪亲像即个故事中的即个人共款，咱真想要知影我到底着怎样做，才会当来承受即个永远我的活命，进入天国。这是当耶稣甲伊讲吼，你要欠一项，你去卖你所有的来分互善食人，然后来地我。敢若搁差一步，只要搁一步，伊就会当踏入去即个永远我的活命的即个大门嘛。可是真显明，耶稣予伊的即个答案是伊做袂到的事，去卖伊所有的来分互善食人。所以经文甲咱讲伊忧闷的来离开，忧愁的来离开，是安怎伊忧闷？因为伊伤过好嘢。耶稣伊死就为伊看一阵，甲门徒讲，伊讲。有钱的人要入上帝国，偌尼啊困难。落得签过占片，比好野人入上帝国搁较简单。咱敢有人知影即个占片啊？华语的圣经讲箴言，咱敢知影即个占片是啥物？是啥物？毋是真正目睭的迄个箴言哦吼。即个占片伊其实是一个人，大约一个人伊会通弄入去的迄个大细迄个门。一个人他可以通过的那个大小的门，伊通常是伫迄个日头落山以后，原本的迄个大门会关起来，无搁互人伫遐行搭，
惊留一个较矮的门，互较毋转来的，或者是较毋要来离开即个城的人，通入去出入的迄个较细的门。可是咱知影一只骆驼有偌悬无？咱敢有看过骆驼？骆驼上介细只的骆驼拢超过180公分，所以若大汉的骆驼拢一定是200公分，甚至是超过200公分。一只遮尔大只的骆驼，要怎样来去穿过迄个尖片咧？伊必须要先甲伊挨伫身躯顶的遮个物件拢先摕落来，伊的头甲挨落去，弯下去嘛，对无？才通真勉强去进入去迄个门内底。可是耶稣却讲，伊讲骆驼要掺入去，要弄入去迄个尖片，比财主进入上帝国更较容易。因为对即个财主来讲，要卖伊所有的财产，互遮个善食人，真正足困难的。到底怎样才有法度来进入天国？看起来即个条件足悬，对无？并毋是遮尔啊简单会当达成。所以门徒因就问即个问题是。我嘛真想要知影，伊讲那安尼有啥物人通得救？假使讲即个骆驼参过尖片，原本是遮尔困难的事，伊拢会当比即个有钱人要进入天国更较简单。那安尼到底有啥物人会通得救？无论是对伫即个财主来讲，或者是对耶稣伊的门徒来讲，那亲像要进入上帝国是一个真无可能达成的目标。咱讲录取率极低，对无？怎样通入去天国咧？根本无可能。可是耶稣伊伫即个圣经内，却互咱一个真有意思的答案。伊讲吼，即个事人做袂到，可是上帝毋是安尼，因为上帝万事拢会。咱必须要知影，即个财主伊想要较目进入的是上帝国，至到咱需要照上帝国的迄个法则来做。当咱要求用即个世界所教示咱的方式、迄个判断、迄个价值观咧做努力的时阵，想要去达成任何的即个门庭，咱讲门槛，咱必须要，咱犹原是用即个人的思想、人的角度咧进入，并毋是要进入迄个上帝国。伫我细汉的时阵，阮兜是足侪人住伫一间厝安尼，自大细汉的迄个衫夹裤拢是即个我妈妈一领一领用手咧烂。后来阮兜的人愈来愈侪，因为拢好多人都住在同一个家嘛，所以足侪人迄衫拢洗袂了。后来阮阿嬷就想讲伊听人咧讲吼，迄当阵伫美国有一台全自动的洗衫机，伊讲惨啊，甲即台洗衫机甲买转来，甲寄转来台湾安尼。伊迄当阵听讲，即台洗衫机偌好用，偌好用，洗甲足清气安尼。所以伊就真正请朋友甲即台洗衫机寄转来台湾。迄台洗衫机，恁知影无？伫台湾还袂上市哦。发生啥物代志？买转来根本袂晓用，是安怎袂晓用？电路不同哦。可能，毋过上大的问题是，顶悬写的拢是豆菜鸡啊。阮兜无一个人看有，连迄个说明书嘛拢是用英文写。所以即个厝里的人无人看有即台洗衫机，最后阁是放伫阮妈妈平常时咧烂衫的迄个所在，阁订一台即个洗衫机伫边安尼。阮妈妈犹原是用手烂大细汉的即个衫夹裤吼，毋是衫夹裤，是衫夹裤。原本廖准讲有即个洗衫机会当来改善，阮厝里有遮尔济，咱讲衣服衫啊。可是落尾因为无晓用即个洗衫机，犹原是转去用手来烂。当咱来看即段经文，即个财主伊走去问耶稣讲，伊着怎样做，才会当来承受永远的活命？耶稣甲讲，你要欠一项力气，去卖你所有的来分互善食人，你伫天顶就财宝，然后来地我。可是即个财主伊犹原无看见，伊真正的财宝是伫天顶的时阵，伊的目睭犹原是咧看迄个地上的即个财宝，伊怎样通放会落？伊怎样去分互善食人？我咧看
即则经文的时阵，我常常咧想讲，无的确，伊遮的钱财拢是对倒位来的？拢是对善食人遐得来的，伊怎样通行得去？对即个财主来讲，伊敢若看到讲要进入天国，迄个条件伤过悬啊！但是主耶稣伊又愿即个财主，门徒，咱提出一个邀请，去放下你所有的，然后来地我。的确，咱会当讲，要卖你一切所有的，真正是安怎？今仔日若主讲来，某物人去卖你的厝，然后来地我，你做会到无？真正足困难，要分互善食人嘛，真正困难。可是咱爱想的是，咱要进入的是上帝国，在伫人是袂用得。可是在伫上帝却毋是安尼。这个经文讲，上帝讲凡事拢话。我想要甲咱大家分享这段经文，我上介意的是，伊每一个耶稣的注目。咱大家若手头有圣经，我想要邀请大家做伙来看。伫即段经文，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31节，伊讲到足侪解耶稣的注目。然后圣经咱做伙来看，当财主甲耶稣讲，伊讲老师，我遮个诫命我自细汉我就一直有咧遵守。21节甲咱讲啥物？21节讲经文讲，伊讲吼，耶稣注目看伊，听伊，甲伊讲。你要欠一项，你去卖你所有的，来分互善食人，伫天顶就财宝，然后来地我。可是即个财主，伊的反应是，伊怎要求来离开嘛？23节经文佫讲，耶稣怎四周围看一轮？伊即个动作是咧做啥物？那亲像是耶稣对伫即个财主所提出的即个要求，伊毋简单是对财主伊个人的邀请尔，因更加是对所有听见的人、伫现场的人一个真心性的呼召。你是毋是愿意照安尼来行？你是毋是愿意照安尼来行？当门徒问讲，那呢有啥物人通得到救？27节经文佫讲。伊讲耶稣注目甲因看，耶稣注目甲因看，即个事人做袂到，上帝就毋是安尼，因为上帝逐项拢话。耶稣对伫咱的注目，将来毋是看你是毋是良善，你是毋是好，也毋是看你有偌济的钱财，伊敢若因为是你。当伊注目咧看即个财主的目睭时，伊看到伊目睭内底的计算，伊看到伊一直在为着要入天国的迄个拍拼甲努力。可是，这敢真正是主所要爱伫的吗？这敢真正是主所要爱的吗？当伊注目咧看四周围的人，伊咧看门徒的时，当伊咧看咱的时，伫咱的眼内是毋是也共款注目咧看耶稣咧？或者是讲咱？甲财主、甲遮门徒共款，互即个世界真济的事、真济拥有、权力、金钱所来充满咧。其实耶稣所要爱的是啥物？伊所要爱的是伊做伫咱身躯顶的事，就是注目看你、听你。耶稣伊所要爱的就是注目看伊、听伊。求主帮助咱。互咱通简单注目看伫耶稣，可是咱知影这真正困难，所以咱需要求耶稣帮助。要放下一切来跟对主嘛，真正困难。但是当咱愿意成做一个较慕上帝国的人，你会知影讲，你会明白，咱所倚靠的，毋是靠着咱家己，是倚靠上帝，倚靠信心的气力。伫讲道一开始，我问大家讲，若要入天国，需要有啥物款的条件无？是奉献上侪的人吗？是服侍上侪的人吗？我想咱大家拢听过即个笑话啊，讲即个地甲官的是啥物人？拢是牧师甲长老嘛，对无？啊，这通常是咱会讲哦，这是服侍上侪，或者是奉献上侪的人嘛。可是这个笑话真做咱常常提出来笑的，即个记载嘛。根本无啥物款的条件通人去限制任何人来入去上帝国。
无论你是一个自细汉你着遵守上帝诫命的基督徒，或者是你是一个当咧无道的一个想要明白耶稣的人，今日耶稣伊所带来即个大好消息，是要互咱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。一开始，我有分享讲，我即马伫即个马街病院咧做义牧。我逐工拢咧学习怎样来诚做关心遮个临终特别过身的人，或者是即个感情末期的人。其中一个我所咧关心的病人，伊对伊入院以后，伊就拢无阁醒过来。所以我拢是甲伊的太太咧讲话，咧甲关心。即个太太伊毋是基督徒，伊逐摆看到我，伊拢叫我牧师小姐。我是感觉真古锥，一个70外岁的太太。伊拢叫我牧师小姐呢。有一摆我去病房看即个太太，伊甲我讲吼，牧师小姐，其实吼，我知影耶稣。我就问讲，耶稣是啥物人？即个太太就讲是好人，甲你共款。又讲是一个会救人的人。我怎应伊讲吼？我讲。伊讲，因为他说跟牧师小姐一样很伟大呢。我讲我有伟大吗？我是毋知影啦。可是你讲的迄个耶稣，伊会救人，这是真的，耶稣会救你。怎即个太太怎笑出来？伊怎微微笑？我煞咧甲问讲吼，那安尼，你敢有想要即个会救人的耶稣救你无？你有没有想要让这个会医治人的耶稣救你？想要救你安尼？即个太太怎？无讲话怎迄个目屎一直淋落来，一直吼。我怎想讲哇，我伫遐坐咧等。伊讲我毋知，我感觉讲我活了足忝，足忝。我每一工拢亲像活伫迄个看袂到日头的迄个黑暗暝。即个太太伊怎对我讲？伊讲伊的先生即40-50冬以来，拢一直甲拍，拍甲因先生。无法度拍，伊倒落以后，伊才通喘气。当我听伊安尼甲我讲的时阵，我因为我毋知要创啥物嘛，我毋知要安怎甲安踏，我甲伊下手牵咧，我甲搭安尼。即个太太伊一直吼，哪亲像即40-50年，拢无人通理解伊的痛疼，伊的目屎，伊的伤痕。落尾我甲即个太太讲，我讲如果你愿意。互即个会救人的耶稣来救你，互我来带你祈祷，好无？落尾即个太太怎信主？因先生伫即礼拜拄过去的即礼拜是过身去。伊问我讲，太太问我讲，伊无受洗，敢会当用即个基督教的告别式来办即个告别式安尼？伊敢会进入天国？即个太太安尼甲我问。我问太太讲。你敢有希望伊进入天国？即个太太应我讲，伊讲虽然我真怨恨伊安尼甲我拍，可是如果耶稣通救我，敢袂救伊吗？哇！这是一个拄信主，即几工拄信主的人，伊所提出来的一个疑问：上帝敢会救伊？救即个一直拍人的即个先生？我无答案。恁怎样来看？恁怎样来看咧？上帝敢会救伊？耶稣所咧讲的，你要欠一项，迄一项可能是互咱继续忧闷、忧愁，逐工拢咧想讲，我着怎样才会当来入天国？迄一项嘛，上是真有可能是互咱迈向上帝国的头一步，看见上帝伊怎样引带咱。去放落咱所有的一切，来跟缀伊进入永远的画面。这是咱敢有愿意交托咱伫主的手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伫阮人生的路途，阮无阁亲像较早共款，无阁亲像囡仔共款单纯。阮的心互真侪的事来捆绑，直到阮的目睭无法度注目来看。主无法度注目来看上帝国，主啊，愿你帮助阮，也恳求圣神引带。阮知影在地人真正是困难，可是主你讲，在地你万事拢会当。求主你互阮有即款的确信，
直到阮的性命通不断受更新，互阮通其他欠缺的人来分享主你的疼，也愿主你的上帝国临到伫阮中间，临到伫建成教会。感谢上主你的恩典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免。回应的圣诗，圣诗第305首，我是为基督。圣诗第305首，我是为基督。会众请起立。我是为基督，是的礼物。我的心望主的高，做你心中乐步。无论智慧本所，也是尊贵妇女，拢献予主做你祈求，做主路引苦苦。无论困苦遐恶，也是有阮欢乐，也为着主真命传播，也sen是一拢无。为主开世界，好大真真无地，真中到死拢无。阿门。会众请坐，奉献请长番的同工。会众请坐。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顶面。公道的事项，教会以上成全正圣道，万民皆祭司。第一点，愿主帮助咱常常心存敬畏，互圣神充满，谨慎悔改，有谦卑智慧，通行万项好事。第二点，为着肢体
陈王兰、沈淑慧、陈德明、赖清光、陈丽水、郭仁杰、杨志坚、林依乐、李亚娜、陈怡君、陈昭明、陈天福，还有4位准妈妈正在怀孕当中的詹若瑜、吴以轩、陈婉柔、林子瑜，请大家替这4位准妈妈代祷。第三项，为着中南部连续的大雨，求主人民民生产业各方面重建顺利，救灾物资、卫生防疫及时到位。第4点，为着大罢免的浪潮，求主人民催逼各政党会当放下注意，为着更较成熟的民主展开协商。第5点，为着青少年团契夏令营，即马伫宜兰来举行，2位的牧师随队参加，大家来为着因的平安甲得着来祈祷，咱三甲来祈祷。求主你来看顾保守，身体白天的长辈，求主互因会当得到安全，互因的心身会当得到在生活中感受到上神同在，求主你来看顾保守，中南部的大雨的灾情，求主你来看顾保守，得到安全，咱就是到日常的生活，求主看顾保守，求主各政党。少年团契，宜兰的夏令营，求主看顾保守每一个青少年平安，常为人的平安，会当对命途中得到上帝的帮助，来明白上帝嘅情甲情感所，主你看顾保守，主看顾保守。主啊，愿将一切所求所受。献上伫你的面前，请你听阮有声无声的祈求，看顾保守身躯白疼的兄弟姊妹，也恳求你坚固阮所有的事工。现主时，阮要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，齐声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带阮入去饲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：澳洲的事工伫周报的头前面，请长番的同工来注意。我来报告教会的消息。第一点，感谢马偕病院的黄兴义牧师带来的信息，愿主赐福保守伊的服侍甲伊的家人。我代表教会来向伊说多谢。第二点，8月19号到24号，牧师安排上年假。8月20号拜三的查经祈祷会暂停一摆。第三点，请大家来注意，礼拜部要伫9月28号举行结婚周年感恩礼拜。今仔日结婚35年以上的夫妻，拢会当报名。且伫本月底到1楼的柜台登记报名，会当来方便咱制作即个周年纪念证书。请大家来注意，若是你结婚35年以上的夫妻，拢会当报名。第4点，10月19号。是本堂一年一度的音乐见证福音主日，是见证乐团甲见证分享的来主日。要见证分享的兄弟，请伫本月底牧师来报名，是限名是三名，请来把握这个机会。第5点，北中教协部定伫10月25号举办年度的净滩活动。地点是伫永安渔港的山坡，报名费用是每一个人300块，
且要参加的人是伫8月31号进前到1楼柜台登记。团契消息第一点，8月16号到17号，青少年团契举办夏令营，总共18人参加，请为着即群学生会当来用敬畏上帝的心，得到克服万难的智慧来祈祷。地点是伫宜兰，2位牧师来参加。第二点，8月24号拜六上午11点20分，青色团契聚会，内容是幼师的越南游记分享。好，风险免税，若是有错误，还是有漏交的，请干事也是会家来纠正。上营圣诗第515首，至圣天父愿感谢你。因心煞请牧师祝祷，会众请起立。至圣天父愿感谢你，求你引传他你撒去，心来最好以你名字，对主后悔大地舍弃，愿你所保我命尽力，比我心内的好归期，献出你爱最好无有，因全人来离阮地球，愿将世山求主祝福，困苦的人所有快乐，星星映照甲阮同行，献身鼓起灵歌你名。阿门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耶稣愿你注目看阮、听阮，互阮坚强的人通来去担当无坚强的人的软弱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相通，甲恁众大家三甲伫地，对即碟到因世代无煞。阿免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列岛闭会，请到1楼交易。